呼籲嘅都係希望大家記得5月16號呢一個補選立法會補選嘅投票日，希望大家要珍惜呢一個機會，去到你附近嘅票站投票。有啲朋友就想杯葛今次嘅投票，但我呼籲各位朋友，千祈唔好輕易放棄你手中嘅一票。點解到今日我哋同特首傾偈嘅時候，佢都可以不聞不問，亦都唔使理睬我哋？原因呢一位特首唔係由全香港市民選出嚟，佢只係由800人一個小圈子選出嚟。佢聽嘅係邊個話？佢就係聽呢800個人話。但係而家你手中呢一票，你可以選一個代表你自己嘅立法會議員。佢做得唔好，你可以下次唔選佢。今次而且仲有最緊要嘅一個意義就係、你手中呢一票唔單止係選議員，最緊要今次嘅就係為一個議題去投票，為你哋嘅下一代去投票，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功能組別喺香港存在咗20幾年，本來係一個暫時性、過渡性嘅安排，漸漸就變成一個永遠。本來係諗住2020年會全面取消功能組別，逐漸邁向真普選。但係慢慢我哋就開始見到唔同嘅人走出嚟，佢哋希望堅持維持呢一個功能組別。過咗20幾年，香港人嘅民智、香港人嘅智慧，我哋係咪仲需要呢一班功能組別有特權嘅朋友繼續嚟維護佢哋自己嘅功能，繼續維護佢哋自己嘅界別呢？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我哋會有銀行界，但係喺銀行界別打工嘅朋友就冇一票？例如喺呢一個銀行做嘅出納員，佢冇一票；例如你哋嘅朋友可能做銀行經理嘅，佢哋亦都冇一票。點解淨係銀行老細、銀行老闆先至會有呢一票呢？大家有冇諗過運輸業界啊？香港有好多的士司機、小巴司機、巴士司機嘅朋友，但係佢哋手中有冇一票呢？你哋可能諗，哇，咁多司機，每一晚都有幾千個選民啦。唔好意思啊！運輸業界嘅選民基礎係178票，佢哋好多都唔係人，唔係佢哋全部都唔係人，因為我咪笑佢哋人品差唔係人，因為佢哋真係唔係人，因為佢哋公司票、團體票，仲有喎，唔係所有老細都有嗰一票，都可以咁幸運成為178個其中嘅一個幸運兒。其實只係有少數入咗佢哋某一啲嘅團體、某一啲嘅老細、超級大老細先至有機會投票。發展到今日，我哋香港係咪仲要有呢一班所謂功能組別嘅人去代表我哋香港人嘅意願呢？立法會議員做得唔好，直選議員做得唔好，我哋可以下次唔投佢票，我哋可以踢走佢。但係香港呢個功能組別最得意係有一個奇蹟，有30位嘅議員，居然有14位係唔使經選舉就自動當選，當中仲包括表現最差勁嘅立法會議員，佢哋居然可以連任成功，完全係冇人競爭。點解香港做得咁差嘅議員，唔提問、唔動議、唔發問、唔開會都可以繼續做立法會議員？點解？因為呢一班人嘅票唔係我哋投俾佢，因為呢一班人係揾翻佢自己嘅朋友投票俾佢，講掂數，連其他嘅候選人都冇，獨屎做晒，所以連最差嘅議員都可以自動連任，繼續當選。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喺516踢走功能組別，為我哋嘅香港未來、我哋嘅下一代投下一票神聖嘅一票。我哋一齊踢走功能組別。多謝。踢走功能